你兩個今日入門，要記住本門嘅訓示：學武要正宗，行事要正直，為人要正心。知道啦，師傅。詠春嘅精髓在於追影不追手，重心不重眼。一場兄弟話你知，我希望將來可以開武館，將詠春發揚光大。好喎，為全世界人都知道我哋詠春有幾犀利。你咩套路嚟㗎？詠春啦，詠春邊係咁樣高腳㗎？你邊度學嘅？我係學詠春嘅，但係唔知係咪正宗，有冇興趣玩兩下？變化咗嘅詠春變得更加靈活，一招多用，招招實用。我仲未知道你叫咩名，我叫張永成。咁我就貼你個名上去，張永成。咁你咪日日都打我咯？你嘅所有嘅招式都係亂咁作出嚟嘅。睇下你出邊學啲旁門左道究竟有幾犀利。